高雄市有民眾啊，買飛機員等去煮，食到一半感覺定定，本來想要來吞落，後來算啊，佮伊吐出來一看，好佳在無吞落，內底有一支劑啊，鋼釘啊，這麼尖，非常的恐怖。伊若吞落去啊，對你內底的身軀絕對造成傷害。今擺趕緊的將這個消息傳出來，問廠商。另外，這個廠商是佇咧雲林，所以今擺針對這個情形，雲林縣的衛生局嘛派員來稽查了解。花枝丸裡面有鋼釘，民眾買冷凍飛機丸來煮好，食到一半，感覺去夾到定定的鐵釘啊！也太恐怖了吧！真正夠恐怖，若是無細膩，就可能食落飽。民眾講險啊吞落去，加在有注意到，若無得愈害。我就煮了8顆嘛，對，這樣吃到最後一顆的時候，哎。天哪，它是鋼釘啊！是真的最後一顆發現，不然真的死亡的可能就是我了。高雄這一回當事鄉小車昨日下晡煮麵配一包冷凍飛機丸，食到上尾一粒發現鐵釘啊，然後客無爽快嘛趕緊掛急診照電工。不過廠商後拜6禮拜找無人，消息傳出去，有人發現這鐵釘啊，敢若就是魚鈎化。我們作業流程上是沒有使用到這個工具的，預估不太可能是這麼小根，就是在詢問上游廠商這邊包裝完成之後，也都會過金屬檢測機，基本上是要驗出來，但是沒有驗出來，這可能是有可能是我們作業上也是有疏失這樣。業者強調，產品佇咧包裝的時陣，攏有通過金屬檢測機，後續會檢討倒一個所在出訂單去，賣主動聯絡消費者來退伊錢。立即派員前往進行稽查哈，如果有違反相關規定的話，我們會責成他改善。按照一般的食品工廠的標準程序，我們出廠前就是會過金屬檢測機。其他加工食品業者講，做飛機丸時陣一定攏要經過金屬檢測，避免出問題。只是當事業者強調流程攏有經過檢測，哪會有魚鈎仔咧？衛生局已經介入調查，然後做無好的所在，限期閣無改善，對警方發聯繫。